好来，继续来看基隆市长林右昌公布到基隆的确诊者去过所在，其中一个确诊的个案，小连续4天坐这个区间的火车到艋舺，然后到新北市中和上班，下班了后嘛是坐区间的火车回到基隆的七堵。代替讲，打来会严格来落实到实联制，做好到把关。也毋过，这个本土疫情继续咧拓开，民众较袂爱坐火车咯，嘛来冲击到台铁的生理。所以台铁决定咯，明仔载开始到6月初8，要来减少火车的班次。台铁上新的900型电联车慢慢入站，人客上车，病毒嘛，这个时阵对上车，到一个基隆的确诊者，连续4天早起5、6点时，坐台铁区间车到艋舺，再到新北市的中和上班，差不多伫下晡5点半下班，再坐区间车登去七堵，台铁讲会加强消毒。目前我们的实联制是全省239个站都已经建制完成了，不管大小站。这个我想说，为了防疫的需求。是讲本土疫情遮严重，人客较唔敢坐，台铁确实受到影响。疫情影响，台铁运量锐减，而台铁宣布，从5月21号起到6月8号将会实施减班，各级列车平日减少25次，假日则是减少40次。西部东线、南回拢会减班，其中停驶路线以东部干线上济。到花东旅游的人数也都是巨降，尤其是像说团体票方面，都是来大量的退票。这一个部分，我想说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，搭乘的意愿降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做了减班的动作。针对受到影响人客，台铁表示讲，已经买票的人客无限坐这个区间车，卖使到台铁各车头去办理退票，即门口手续费。负责通勤重任的台铁调整脚步，唔敢大意。